你们回去告訴母後，就說舒公主留在月华台不走了，和月公主同吃同住，是要想下毒的，讓她下好了。是，姐姐。微后，拜见微后。舒儿的病情如何？中毒不深，并无大碍，只需好好調養幾日，便可痊癒。我要你守在舒公主身邊，確保我舒兒無恙。是。那個羋月怎麼樣了？依奴婢看，她的病是因淤毒入絡，邪犯上焦，邪熱破血妄行，病入膏肓。這麼說，她是沒救了。命是上天給的，上天要帶她走，無人可阻擋；上天要留她在，無人可送走。這次她中毒，我想知道她是留還是走。那要看少司命的意思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微后，舒公主說，即便她病好了，也要留在月華台與羋月同吃同住。由她去吧。你告訴下面，衣食住行不可怠慢，給我好生伺候着。若有半點差池，我讓他們都去死。是。因兒那丫頭有點走火入魔，你們給我留點神。奴婢明白。咳嗽了，来，起来喝点水吧。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气色好多了。舒公主。月儿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喝一点吧。我来喂你吧。不烫吧？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月儿笑什么？月儿好福气，若没有你和舒姐姐，我就看不到这园子里的景色了。月儿別這麼說，只要黃歇在，月兒永遠有好山好水可以看。月兒的命
是子歇給的。月儿，就是子歇的性命。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。我要还你。不用还。还你，用一輩子還你。一輩子太少。那就生生世世，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說。秦王在此亲临郢都，楚王命我等在此恭候大驾。有礼。不过2月10日，臣弟与王兄又来到郢都城了。大良造公孙衍曾经勸寡人改弦更张，弃南就易，弃远就近，迎娶魏国公主。寡人却因此更觉得楚国这一趟必来不可。楚离子，你怎么看？王兄是觉得不易到手的东西更珍贵。这一回，寡人想要的东西都会到手。拜见大王，楚离子。长子免礼。寡人在路上已经听说，长子一张妙嘴，顶下千軍萬馬，略施小計，便離間了楚國和魏國的關係。想來有長子在，要讓那6國合縱變得分崩離析，並非難事。大王，有時候一個人的鼻子要強過數萬兵馬將士。本王這次來郢都，名義上是來給舒公主下聘禮的，但聘禮下得成下不成，還有變數。長子看，這步棋該如何走啊？只要將秦楚聯姻做成事實，